再来看咱国的外汇存底已经超过5600亿美金，规模是全球第4大。有立委就提案讲要修中央银行法，主张讲提拨外汇存底的10%来成立主权基金，以保守稳健的模式长期来布局。有学者嘛建议讲若是无法度成立主权基金，会用来发展类主权基金，部分的资金来自政府，部分向民间来募集。未来嘛当成立专法来监管。民众党立委提案要修中央银行法，希望提拨外汇存底10%，成立主权基金。那 GIC 呢，不像代码型，它也是追求超越通膨的实质报酬率，调整风险偏保守而相对的稳健。另外，立委认为讲，各国成立主权基金，资金的来源无完全拢是为中央银行外汇存底来的。央行的任务呢，促进金融稳定，健全银行业务，维护对内对外的币值稳定，应该在全球范围下协助台湾的经济发展。立法院财委会召开公听会，头一届就台湾敢爱参考别国设立国家主权基金来进行讨论，透过有存久的投资，提高外汇存的钱，增加国库的收入。不过，中央银行警告，台湾不是 IMF 的会员国，应该爱有更较充分的外汇存底。2008年金融海啸，都是因为咱国外汇存底有够量伤，才有法度挡过迄波金融风暴。淡马锡呢，就是买了比特币，结果他亏了。如果说中央银行买比特币的话，那还得了？不过，有学者表示，无一定拢爱完全绑伫主权基金，类主权基金卖盈利。政府49，民间51，由民间主导，政府来监督董事会，叫类主权基金一个专法，让它可以独立于央行之外。央行如果要参与，大概可以把少部分的外汇存底拿来投资。台湾敢爱参考别个国家成立国家主权基金，中央银行认为讲，爱由政府整体考虑，主要是台湾敢有亲像石油收入、稳定财政存的钱等等的条件。因若劳保、劳退、国民基金、甲退抚基金，虽然无主权基金的名，其实已经有主权基金的事实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前一阵